基隆市长食公牛的罢免也无过，这朝野的对立是愈来愈严重。外界嘛认为讲，明年的2月立鬼就职满1年，会有另外一波的罢免的潮流。有学者就指出，咱台湾应该避免朝野的恶斗，针对这罢免的标准，应该用科学的方法详细来讨论。 基隆市长谢高良罢免案落幕，不过过程朝野对立加深。外界认为明年2月立委就职满1年的时阵，会有真侪罢免活动。目前伫哪里支持度瓦近的选区，有未少人互人点名，甚至开始启动联署。国民党有王凤仪、齐卡心、叶元之，台中的罗廷伟、黄建和、廖伟雄，民进党包括吴思瑶、吴派业、蔡其昌、黄捷、李碧业等人拢在内。 今天台湾的这个民主啊，应该还是在一个良性竞争，不是动辄以用罢免的方式，想要用报复或者是冰斗的方式。如果是继续这样的一个作为的话，那当然无助于朝野的一个协调，也事实上只是造成社会更多的对立而已。这次罢免确实是关键一战，也是明年罢免年的前哨战。 明年罢免潮仍然无法避免，立委做好万全准备，正面迎战，不怕国民党的威胁。朝野立委拢呼吁罢免无应该变作政治攻防的工具。政治学者指出，罢免是咱国宪法明定的人民权利。不过观察近年来有部分罢免案，说予政党操作做选举的延长赛。为了避免朝野恶斗，罢免条件是不是适当，应该当讨论。 成功罢免的这个门槛是要选区所有人的25%，这个到底是高是低？我觉得其实，这个1/4是一个很奇怪的数字，就是说到底它是哪里来的？其实没有一个科学的根据。我觉得是可以根据一些科学的根据来做讨论，例如说我们要不要参照上一次的票数，比如说上一次票数的多少比例，才能算是通过。学者表示，目前要成功罢免，必须要有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1/4以上同意。选罢法2016年修法前是要有1半以上。 同意条件相对较悬，要安怎做较适当，考验朝野智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